7号病房的林志国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因为你们一直拖着医药费，医院决定给他调换了床位。你父亲的主治医师也跟院领导请示了几次，可还是没有办法。你们之前的费用实在是欠的太多了，还是想想办法赶紧凑齐吧，这样对患者的治疗也是有帮助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他现在在几号病房？14号。谢谢。去哪了？欧阳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？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出现过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对我？思雨，我怎么办？思雨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小丽茹，谢谢你，小丽茹，谢谢，小丽茹。喂，你怎么在这？快跑！若楠，我去找你爸爸，不用管我，一个人没事儿。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。欧阳，若楠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滚出去！我让你滚出去！要不是你们在泰国惹上坤家的那些人，我妈根本就不会死！滚！我让你滚出去，没听见吗？若楠，别这样，说他也是你哥。闭嘴，吃你的饭！
喂，土豆哥。小雅，想盘店的人我联系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就跟他约时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大哥，你这看了半天了，咱要不把这合同签了吧？是兄弟，我现在正在琢磨，这怎么能多给你们点钱？但是你看我这真没法多给你钱，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，哎，这都废了，这些东西，这都得换新的。你瞧这菜，你这进了多长时间了？这菜我都是刚进的呀，还刚进的都变颜色了。哈，您看，哎呦，这锅碗瓢盆，这些桌椅板凳啊，这些冰柜冰箱，这鱼缸，这是破的，这补什么的？这是粘上的，不是？哎呀，这些都不能要啊，这真没办法。不是，大哥，你看这锅碗瓢勺啊，这洗洗刷刷还能用。桌椅板凳呢，我也都是新换的，冰柜这都好好的，都能用。兄弟，我是新开业，弄一新饭店，我再用您这些旧东西，这朋友不笑话吗？到时候一开业这些东西，哎，咱可说好了啊，要真签合同，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一件不能算钱，真的没法算。您自己看，这废。小雅，没事，不行我再找别人。对，你们也可以再跟别人谈一谈，但是估计能给全款的不多。但是咱今天要能签合同，我倒是能给全款。但是你这些东西，这真没法要，这都废了，还得装修，多少钱？不用了，土豆哥，咱们签合同吧。痛快！这姑娘一看就能办大事啊！痛快人啊！哎，来合同啊！哎，来，哎，照咱商量来的看一下啊！来，过目，没问题。哎，签吧，这错不了。好，哎，来，好。你们一份，我一份，哎，这就行了啊。这个合同呢，咱们就算签好了，怎么着？那就麻烦你了，大哥，钱尽快转给我们。钱没问题，你们痛快人，我也痛快人啊，对吧？来，拿好合同，我马上去银行给你们转账，行吗？你看你们这店转的多痛快啊，省得再操心了，东西你也不用操心了，这事多好啊！这事太完美了，我马上给你们转账去啊！太棒了！土豆哥啊，把咱家的牌子摘下来，带走吧。你母亲的事儿，对不起。刚才是我太冲动了。这件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，是他的命。对了，你刚才的意思是让我跟你回去，和欧长林做亲子鉴定？对，这是唯一能确认你母亲所说的话是否真实的办法。我妈说了，我和林美雅是当年欧长林抛弃她的时候怀上的。我妈说是就一定是。如果他图你们欧家的钱，他会把这秘密埋在心里这么多年，直到林美雅出现他才说出来。如果他主动去找欧长林，我们至于像现在这样混得这么惨吗？你要是不相信，
可以去问林美雅的养父，他也知道这件事情。我就不明白你现在到底在怀疑什么？你怕我们会分你们欧家财产？我宁愿把所有的钱都给你，也不希望这件事是真的。那我就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。我爱美雅。你和林美雅？林美雅她知道这事儿吗？她不知道。你打算怎么跟她说？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我宁愿她一辈子都不知道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回去跟我把亲子鉴定做了。现在是美雅最艰难的时候。我明白，但里头躺着那人，身体还没痊愈呢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走吧，赶紧走吧，我这伤都好的差不多，我在这个破地方真的是待够了。欧伯伯，请喝茶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怎么了，老？这么好的茶，怎么不喝呀？啊，老徐啊，之前欧阳在网上发的那些照片，哎，今天咱们只品茶，不聊那些事啊，是吧，四爷？嗯，我知道。你们心里有想法，老徐啊，我负责任的跟你说，今后欧阳和林美雅不会再有任何的关系了。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哎，个中原味，我一时也难以启口。总之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们就会知道了，啊。那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合作的事儿还算不算数？当然算数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以茶代酒，庆贺一下啊！对了，飞宇啊，伯伯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你呀。欧伯伯，您说。14号病房林志国。喂。林小姐，你父亲现在的状况很不好，已经住进了 ICU 了。我们通知你一下，进 ICU 会产生相应的费用的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正在交钱呢。好。土豆哥，密码你知道，我现在去趟 ICU，你这半天过来找我。中。你父亲的情况，我觉得不能再拖了。我的建议就是尽快做手术。如果手术的话，成功的几率有多大？手术起码还有生存的机会。如果像这样一味的保守治疗，那病危的情况只会增加。我只能建议到这儿，至于怎么选择，那就看你们家属的意见。行，手术，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试试。那我会尽快安排手术，你们准备准备。不过这个费用问题，费用的问题您不用担心，钱我刚才已经交过了。我知道你刚才已经交过了，但是你交的是之前和手术产生的费用，现在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费用，比如这个 ICU 就是新产生的费用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。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可是啊，我们是私立医院，不是慈善机构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我会向医院申请减免一部分费用，但是再怎么减免，那也是杯水车薪啊。我知道，您放心，这笔钱我会想办法，我一定能解决。
您安排手术吧。那好，那我这边尽快安排手术。美雅，思雨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放心手术吧，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呢。别担心，有我呢。这趟回去啊，你之后的生活可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觉得，趁着你还没大富大贵之前，咱俩应该先把咱俩的事给定下。滚！李美雅是我和杜小月的亲生女儿，她还有一个同胞姐姐，叫杜若楠。他们俩与你是同父异母，所以你们不能在一起。你听明白了吗？美雅，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硬扛。我认识你到现在，你这个毛病一点都没改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连个电话都不打给我。叔叔的身体最重要，你能不能先把你的自尊心放一放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张卡你先拿着。你父亲的事情我很难过，这是我替欧阳尽的一点心意。帮我谢谢董事长，这钱我不能要。我从小就帮着我爸算账收钱，所以对数字特别敏感。这张卡的卡号和那天董事长给我的卡号是一样的。没错，这是欧伯伯让我给你的。但是林美雅，你就不能现实一点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何必要拒绝欧伯伯的好意呢？他也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尽量弥补你。毕竟，你和欧阳已经不可能了。思雨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什么？你快点告诉我。你是不是知道欧阳在哪？我爸已经决定跟欧氏集团合作了，欧伯伯也同意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近期就会宣布我们的婚事了。你们的婚事？什么意思？美雅，从我第一次见到欧阳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喜欢上了他。
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从派出所到你家吗？我们两个睡在小床上，我问你跟欧阳的关系，你跟我说你们只是普通工作关系，还强调你并不想当他的秘书，甚至想辞职。所以从那一刻起，我就认定了欧阳。所以我刚到法国我就急着回来，我就是想见他，我想告诉他我爱他。可是我回来后的结果呢？你告诉我你们已经在一起了。你知道那一瞬间我的感受？我知道不应该跟你抢欧阳，我也曾经劝过我自己要放弃。思雨，之前你劝我，让我不要和欧阳在一起，是因为你喜欢他，你约他打球，就会是想接近他。之前微微早就提醒过我，但是我真的不愿意相信。思雨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可是土豆哥来了，你帮我在这儿守着我爸，我去解决钱。你怎么解决呀？去找我姑，把房子要回来。哎，小雅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把你最好的朋友的男朋友给抢了，防火、防盗、防闺蜜，防的就是你这种人呐！啊？喂，你好。喂，豆豆，我立冬。哦，立冬，你好。你们家临记大排档的牌子怎么摘了？什么情况？哎，俺叔不是病了吗？现在钱不够，小雅就把大排档给盘出去了，给俺叔看病用。他现在在哪里？我这会儿在医院呢。小雅说是回家找她姑了，想把房子要回来卖了换钱给俺叔看病用。哎，对了，立冬，你看，我现在是走不开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你去家里看看他呗，因为你也知道他那个姑也不是个什么东西。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刚才小雅这个朋友，叫啥徐思雨，我听他那意思好像是把小雅的男朋友给抢了，他们还说啥订婚了。小雅她爹在这儿躺着，他家的房子又被他姑给抢走了，小雅这男朋友也被他最好的朋友给抢走了。
我真是有点担心他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先这样。我爸的房本呢？你爸的房本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房子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警告过你，让你不要再踏进这个家半步。我不管这个房子现在属于谁，我爸现在躺在 ICU 里面，他要做开颅手术，我没有钱，大排档我已经卖了，我需要拿这个房子做抵押给他救命，你知道吗？小雅，小雅，你是不是疯了啊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怎么就不明白？你当他已经这样了，我们即便把房子卖了又能怎么样？到最后人财两空，咱们俩也都跟着完了。林志宏，他是你亲哥哥，你亲哥哥快死了，他是你救命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小雅，他是我哥，我也心疼他，可是你也看见了，他已经是这样了，人各有命啊，小雅，我也不希望他死啊。林志宏，你今天给不给我房本？林志宏，我正要去找您呢，您刚才看见了，我们正在这说房子的事儿呢。我哥他这2天情况不太好，他可能说走就要走了。我是想的是等他走了以后，我再把这房子卖了。您看得见，我这房子一卖，那钱足够还您账的。姑，你说什么呢？小雅，咱们得面对现实。你爸什么样了，咱俩心里最清楚。医生都说了，这2天他随时都可能有危险。钱总，真的，我真的没骗你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真以为我不知道？这2天你拿着老头的房本和公证书去我一兄弟那儿做贷款，我兄弟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那公证书啊是假的，把房本给我交出来，听见没有？拿去！我拿！拿去！哎，你给我站那儿，别乱动，听见没有？这儿。走。不许走！我看你们今天谁敢把我爸的房本带走！我把房本留下，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走！你是林志国的女儿吧？那好，你看清楚了，白纸黑字，担保人上是你爸的签名，还有手印儿。这个林志宏欠了我100多万，他还还不上钱，我们就得把房本拿走。什么时候还上了，什么时候把房本给你。我不管，今天你们谁也不能离开。美安，是我美安，把斧子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没事的。
房本今天你可以拿走。小林叔，我来解决。这是我的名片。这所房子所有的债务纠纷从现在开始由我来跟你沟通和处理，有什么问题随时打。走。李总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，请你马上离开。谢谢啊。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。找不到欧阳了。酒店我已经给你们订好了，一会儿司机会送你们过去。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啊？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。一龙，杜小姐，你是若男。若男，这就是你爸爸。叔叔好。回去。哎，我知道你叫子杰。上次在泰国，多亏了你帮忙，欧阳他们才能安全的回来。叔叔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？你们先聊，我先回屋了。好。
你在找我妈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见见她。那你在这儿等一下。啊。这是什么呀？我妈的骨灰盒。来晚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一直派人找你的母亲，没想到见了面，已经是阴阳两隔了。我对不起你的母亲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的母亲，也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的母亲，也对不起你。